好多觀眾入嚟嘅時候係被呢個機動嘅聲音係吸引咗。呢個聲音咧勾起咗佢哋喺機場送機接機講喜怒哀樂、依依不捨，或者係接一啲嘅親人嗰個喜悅嘅感覺。呢一個咧就係啟德機場喺佢嘅大堂裏頭一個航班展示牌嚟嘅，係一個機動式嘅展示牌。啟德機場作為喺城市中心嘅機場，當年飛機近距離飛過民居嘅經典畫面，可以話係大家嘅集體回憶。機場唔單止係上世紀嘅重要客運中心之一，更加係香港作為中西交匯嘅東方之珠最亮眼嘅標誌。我哋做呢一個展示牌嘅時候咧，我哋對於聲音嘅大細咧糾結咗好耐。我哋好驚好大聲騷擾到觀眾去欣賞其他展品，我哋調節到好細聲，但係又唔能夠帶出佢呢種聲音個獨特嘅地方。咁最後我哋保留呢個聲音，但係竟然係冇人話佢覺得太大聲，反而令到佢有一種好投入、好親切嘅感覺。隨住航空需求激增，啟德機場喺1998年關閉。舊址轉型為郵輪碼頭同休憩空間，赤鱲角國際機場接替使命，透過大規模填海興建、擴容體質，唔單止帶動咗東涌新市鎮同埋機場核心計劃發展，亦都鞏固咗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。航空基建嘅發展，亦都見證咗香港跨越時代嘅成長。